收看《野球名人房》，又是我啦，我是倪轩。好，很开心呢，今天一样跟我们的东哥一起来主持这一集。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哥，我们又见面了。我又看到我们的美女了。你好吗？最近过得怎么样？最近不错啊，就是我们我们不是3分钟前才聊完。对。那上一集聊到这个奥运这个话题，跟我们这个巴塞隆纳跟这个昆兰教练聊到，你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那种这个话题？比较有趣的话题。我其实就是延续我们刚刚那个奥运嘛，上一集是在讲奥运嘛。我真的有一种就是在听古人讲古的感觉。是。拍谁啊，前辈。是。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一样延续我们刚刚上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这次还是要邀请到我们的昆汉教练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啦。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延续着这个冬运的一个这个热度哦，那2度再上这个节目，谢谢这个制作单位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我们这一集阵容很强你看有我们的那个东哥，号称是天下第一棒。然后呢，今天的来宾呢，又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史上最强第2棒啊，我就是那个最废第3棒。没有，可以当第3棒也是相当的不错，不管是废对啊，只要是第3棒都是队中最强的。对，真的呢，对，真的讲得很有道理。对，为什么一个球队第3棒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所有的球迷的一个期待跟焦点都在第3棒身上，胜负胜跟负的压力，第3棒都要去承受，就要去承担了。所以说你当然第3棒是实至名归了。对。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想要来聊聊，因为我们刚刚说到我们巴塞隆纳那次奥运嘛，那这些队友，你们当时的队友啊成员们呢，其实他们都后来都加入了俊国雄跟另外一个是什么石豹英。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昆汉教练，为什么你就独树一格呢？为什么我会到另外这个3商的一个球队？其实基本上在那个时空背景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俊国跟石豹英这2个业余队是比较多的成员入选了这个中华队。那我来讲的话，当时候我还是陆光的球员，就是陆军的球员，他在服兵役。对，我还在当兵。对，一直到我这个要去打奥运的前一天，我才退伍。所以当时候我是不隶属在俊国或者是石豹英的一个球员，我是在陆光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奥运一回来，当然我就没有跟他们一起加入这个俊国或者是石豹英，我是到了这个森宝，就是这个卖电器的那个森宝，知道吗 ？Sample， 对，那当时候对森宝也组了一个球队，所以好酷哦，对。在巴塞隆纳回来之后，我就加入了森宝巨人队，然后就没有在当年这个奥运回来的隔年就加入这个职业队，所以我就在当时候应该是94年的时候，加入了3商虎这样。如果说那个时候你不是在这个服兵役的一个期间，你奥运打完，你会不会加入职棒？那时候我对自己的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技术层面来讲，还没有那么有自信啊。说实在，虽然说，是在奥运，对，是在奥运的一个代表队的一个成员当中，但是总觉得自己的一个实力，说实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职业队去当一个职业选手。所以在那个当下，当然没有在隔年就加入职业队，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考量啊。你这段话讲出来之后呢，对我个人来讲说服力并不高。对，我正要问东哥，东哥到底是突然间太谦虚了，还是？对啊，我就觉得这对我没什么说服力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打进国家队，然后说我实力不坚强，你跟我的想法一样他怎么怪怪的呢？对啊，因为虽然是在这个国家队里头，但是真正的我是不是在一个国家队里头的先发球员？
我可能就是比较，我也谈到说，在巴塞隆纳奥运的时候呢，我算是比较板凳的球员，所以自己会认为说，我的技术层面上来讲，跟先发的那些球员来讲，还是有一点点小的落差，所以我才没有在这个回来之后的第1年就加入这个职棒，也给自己有更多1年的这个时间去准备加入职棒这样的一个。东哥，我跟你说，请说。这个就是跟以前在学校。好讨厌！我前一天都没读书，对呀，然后考出来都考100分，对，真讨厌，怎么会有这样子？那开玩笑，大概也了解到那时候库恩汉教练那个想法，因为他说他在我们那个阵容里面，可能就是都是以预备球员为主嘛。那时候当然。先发还是会有了，可能就是机会比较少。可是他在不管是在基层棒球也好，不管是在母队也好，大概都是以先发的一个身份出赛了。那可能这也是以他的个人的一个规划，想说能不能再多待1年，可能不能去就是代表国家之后变成这个固定的一个先发阵容。大概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我不晓得昆南教练是不是有。当然，在当初的规划，这个森宝巨人他们也希望可以加入中华职棒这个大家庭，所以我的想法也就是说，我要不要随着我的母队一起加到这个中华职棒？对，那这个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了。刚刚讲的也是一个因素，第二个这个因素就大概说，希望在自己的这个母队。跟着母队一起加入所谓的这个中华职棒，当然这个也是也是我没有在隔年就加入其他的职业队的一个这个原因之一啊。那这样，那你当初加入到三商虎之后啊，因为你后来有跳槽吧？这可以有点小敏感。OK 好，没问题啊。这边是没问题啊，在我的心里头没有什么叛将，没有什么叛徒的这种。因为说实在的，在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问题嘛，那当然除了大环境以外，当然个人的家庭因素也连带的有一些影响，所以才会毅然而然的离开原先的球队，到了这个新的联盟去打球。我想这个其实也都不在我原本的这个人生规划里头，但是就是说当时的时空背景。然后加上有一些家庭的因素，迫使我必须告别我的老东家，去到了新的一个环境。那对我来讲，或对公司来讲，其实也都有不小的冲击。有时候很多的事情讲开了，就也不好那么讲。对啦，其实通过这个节目把它讲开了。说实在的，对，其实都是有难处在。都过去了嘛，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像是在轻描淡写的在聊这些往事啦，对啊。所以当时候要再回来的时候，都说你们这些是叛将，我都不觉得我哪里叛了，我叛了谁？叛了谁？对，我叛了谁？是叛了球迷，是叛了球团，还是叛了我自己？这个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讲，我把有一些家庭的一些因素排除掉了，让我可以更放心的在球场上发挥我的技术。虽然我在不同的球队打球，不同的联盟打球，但是我展现了我最好的球技给喜欢我的球迷看。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对。但至少说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球迷。虽然刚离开的时候有很多的球迷说林坤南是怎么样这样，为了什么离开这个球队。但是我在另外一个场地另外一个联盟打出来的成绩，我想在过去那些可能不喜欢我的球迷或厌恶我离开三商的那些球迷，看到我的技术之后，我并没有因为我离开三商就变得废了，或者是怎么样，一样可以看到我好的球技在球场上表现。我想这个就是身为一个职业运动选手必须展现给球迷看的一面。对，我相信你在一个原本的球隊待得好好，然后也很多球迷喜欢你、爱戴你，那也打出了一个好的成绩。我相信没有人会是在一个以一个叛徒的
一个原则下说，我要跳槽，不会有人用这样的一个称号了哦。对，不会有人真的想要为自己冠上这样的称号，所以我相信当时一定也是昆汉教练他有自己的苦衷，或是不得已的状态下才有这样子的决定。但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啊，以后来结果论来说好了，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不好，因为讲真的，就是你跳槽了之后，然后后来三商虎也解散了。对不对？就是在，可是相对这个问题不能连结上，不能连结下。可是相对的，就会有人说，就是因为我们几个指标性的人物，包括我，包括几个洋将离开三商之后，才让三商毅然决然的下决心把三商给收掉。所以我们变成在我们离开之后，又把球队收掉了。其实我也有背到一点点的这种背负的这样的一种罪名在身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所以就是说，当时候离开之后，到球队收掉之后，其实我的也是有背负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在。因为那时候这种声音是非常大声的应该是说在那个时期，台湾的一个棒球就算是比较黑暗的一个这个时间了那因为有很部分的选手转移到另外一个联盟，然后可能我们中华联盟这边的选手可能有些青黄不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有实力的一些落差等等，这项很多的乱象了。当然包括我个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当然就是说这已经是过去了这已经都是过去了。我是觉得也蛮有经历这个台湾的棒球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之后，从现在看也看得出来整个棒球的环境是越来越强壮了。对，但任何事情一定是有碰到一些问题跟这个挫折冲击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他就会慢慢吸取到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他是越来越坚固了。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在这里而且我也发现，就是说，当有新的一个球团的一个呈现之后，旧有的球团他们才知道说他们的缺点在哪里，然后他们有什么改进的空间，包括球场的设施，然后球员的薪水各方面的一个条件，必须让这些选手更安心的打球，才会慢慢的造就这十几20年来的一个中华职棒的一个转变其实新的联盟的成立，并不代表说就是不好，有刺激，然后有一个竞争的一个这种表现来讲的话，我想才会让原先就有的一个球团、就有的联盟去做一些改变。其实当时候的一个刺激，说实在也让中华职棒有慢慢的去想到一些改变对，然后去改变，包括球场的设施，包括球员的待遇各方面，球员的安全性是各方面的一个状况，造就了现在。我不敢说，是非常好的，但是至少有愿意让这个中华职棒球团也好，这个联盟也好，去做了很大的一些改变的。其实这也让这些球迷看到更好的比赛，对，这个才是。那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了就是说这个两个联盟在这个互相这个切磋的情况下，让更多的球迷朋友就是来去选择我要支持这一队，或是这个支持这个联盟那相对的这样的一个互相支持之后，不止联盟在进步，包括选手之间为了要这个受到球迷朋友的一个关注之后，他会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来去这个付出。相对的，这个球员的一个技术自然而然就会提升，相对的比赛的一个这个精彩度会更高了。我就觉得这很棒对，其实就正是因为有这一些比较黑暗期或是撞墙期的部分嘛，然后刚好就是被两位前辈这边你们有经历过这一段事情，所以这样相对的在看到现在，反而能够看到我们台湾棒球的一个转变。就像你们说的，不管是制度上然后球员的薪水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其实相对的来说，这其实也不是件坏事，至少我们有看到改变跟进步。没错。那改变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球员的薪资，很多就是里外的球员
慢慢有这个归巢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你看，因为这些旅外的球员回到国内的时候，要跟球团来去做一些薪资上的一些洽谈，都是要透过经纪公司来去跟公司来去做这个第一个直接的一个这个洽谈薪资嘛，自然而然才会有现在的经纪公司，让选手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薪资是每一年在提升，包括在合约上是都会达到球员所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大的改变。所以说以前是没有所谓经纪公司的，没有自己单枪匹马，以前就是自己跟公司谈啊。这样子啊，如果我天生口条很不好怎么办？我讲话会，那你就吃亏啦，你就吃亏啦。不要带着一把刀。对，然后一言不合就，所以。就好强，没有啦，开玩笑的，自己解决。啊，是哦，那这样真的有进步很多没错，进步蛮多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刺激，也说实在让整个的一个职棒的环境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对，是越来越好。当然，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原有的几个球队因为一些因素就收掉了嘛。但是还好啊，就是说这2年至少在前年的味全的一个回归，至少让现在的球队的一个规模回到5队的一个这种状况，让整个一个对战来讲的话会稍微好看一点。当然以国内的一个环境来讲，大概6队7队的这种整个的一个可能对战组合或者是刺激的可能会更好看一点点。不过真的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就是说看看有没有第6队第7队的一个球队可以出来，让国内的整个的一个这种职棒可以打得更好看，然后让这个球员也更有竞争性。其实看球赛你可以用别的角度去看的，这个目光转移到啦啦队这边嘛，比赛就很精彩了吗？对啦，所以我想这几年啦啦队其实也给职棒有很大的另外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因为你们的加入之后，真的也带动了整个球迷跟这个你们之间的一种互动。那相对的，有的人真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虽然来到了棒球场，但是看的是各位看的是在前面带动的这些啦啦队的一个这种舞蹈，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不过我觉得就算是我们前面那个热区的球迷朋友啊，其实他们还是有在看球赛。像我自己就有很多粉丝是他们可能原本是因为我然后愿意进场看球，原本不看棒球的也有，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原本就真的是抱着看没心态，但是因为进去，其实我觉得球场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它有一种很奇怪的魔力，是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就像一个邪教一样，你就会瞬间被感染，你知道吗？对，然后你本来没有很投入在棒球，你都会莫名其妙整个很投入进去。像我们主场不是就很爱跳舞吗？会放音乐啊，大家真的会站起来一起跳对啊，是他们站起来，因为你们的带动，他们才愿意进场。说实在的，这个变成都大家互惠了哈。你们因为棒球进去帮他们加油，然后球迷是因为要看你们也进去加油。那如果说不是因为你们，事实上他们也不会到棒球场去帮你们加油，是不是？这就变成是一种这种互相成啦。对，反正我们最终都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球场更热闹嘛，然后喜欢棒球的人更多啊，让我们整个中华职棒越来越好，对不对？对，你好棒啊！你把这个话题拉回来。话题继续拉回来，就像这个坤汉教练啊，他虽然承担这个悍将这个称号，可是他带起目前这个棒球的环境的一个提升啊，是不是坤汉？所以说你辛苦了，突然间变得自己很伟大，有没有？对，就说你背负了这个悍将2个字，背了好几十年了，你终于可以释怀了，差不多10多年了，10多年。透过我这样的讲解之后，你觉得背负这个你真的很伟大。我太感动了，谢谢。突然间觉得自己很伟大，受小妹一拜，太伟大了，不敢，真的。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在现有的联盟跟球团，他们愿意去做改变，他们知道职业棒球带给国内的这些球迷是一个正向的一种表现呢，而不是说
给球迷一些不好的印象。我想在前几年，在台湾最低迷职棒最低迷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还是有球迷愿意支持台湾的职棒，让这些球员们，让这些老板们愿意继续的支持棒球，才有目前台湾职棒的一些荣景。所以真的我们也期待，就是说，不管在未来还会不会有新的球队，那这些球员，我想如果有职业运动的话，职业棒球，我想还是会生生不息的一些老的球员退休，新的球员进来，都要秉持一个要去爱惜棒球环境，不管他是有多么的糟，不管是他有多么的好的话，你更要去保护他的一个这种荣景，让代代有棒球可以打，然后时时都有棒球可以看。我想这个也可以让这个美丽的小姐，你们也可以持续在你们的领域上面，让这些球迷跟你们做接触，然后相对的也给这些球员做一些应援。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感觉就是食物链的一个状况了哈。所以真的还是要呼吁大家好好的爱棒球，让棒球可以发展的更好。这个节目结束之后，那个叛将这2个字终于拿下来了哈，你就不能再看了，早就拿掉了啦，早就没有了啦，根本就没有了啦，早就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对，已经解除了，已经解除了。从这个棒球危机馆这个名字这个文字终于把它拔掉了。对，叛将已经拿掉了。对。不过说伟人会不会加伟人这2个字啊？会。今天东哥讲完之后，可能会写上去的。这个危机可能会伟人，台湾棒球棒球史上变成叛将变伟人，对，当第1位好不好？没有说实在的哦，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讲到叛将这个问题哦，其实对我个人来讲，然后我当然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叛将，但是其他的这些人在这个名字上面，当然也有觉得要为我们平反的啦，那也有为我们觉得你们就是原来就是这样的人，当然这个是原先的中华职棒的球迷比较多啦。那当随着时空的背景的一个转换之后，事实上这个叛将这个2个字来讲，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掉了。对，但是我觉得比较不舍，比较没有办法去支持的这个，就是说，当我背负这个叛将这2个字的时候，是我成绩最好的时候，我最能展现我的成绩的时候。等到我不背负了这个叛将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几年了，我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再回到球场上去打球了。主要那个状况就是那时候邝汉教练已经算是当打之年了哦，那就刚才有提到过，他是成绩最好的时候，也是在整个技术最巅峰了。因为在环境上的一个不同啊，那就可能双方联盟也是在整个一个谈判之后要回归到一个联盟。那当时邝汉教练也是有心有意再回到这个联盟这边能够延续他的一个棒球的这个生命啊，可是种种的因素哈，就是就把邝汉的一个整个棒球之路几乎是已经垄断掉了，这是邝汉教练的比较遗憾的地方。当时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那时候你的一个心理的感受是怎么样？跟大家分享。我想当时候在当下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就是没有那样的状况之下，其实谁都不愿意离开原有的一个单位嘛，对不对？就是在迫不得已的状况之下，你必须去做一个选择。那离开了之后，但是想要回来的时候，又被说你就是叛将，因为当初怎么样，太多的因素背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有做的那么坏吗？对，很多的限制啊。对，我有那么多的不堪吗？那我要回来，我又必须缴钱，我为什么要？对不对？为什么要缴钱？什么？就是说，因为当时候的一个时空背景，就是说，2个联盟合并之后，只要是从中华职棒去到大联盟，要再回来中华大联盟的时候，就必须把你签约金的一半缴回来，当成是联盟的一个所谓的基层棒球的一个推广基金。真的？对，当时对我们来讲，
我如果说我今天还有那个一半的这个签约金，那我就可以不要打球啦。我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我要把原先的那个钱再拿回来？那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有什么状况，我必须用到这一笔钱，帮我解决一些家里的问题嘛。那我这个时间你要我回来打球，你要我缴那些钱，我哪里来的钱？那我不打可以吧？对不起哈，就是说，当你这个接收到这样的一个条款的这个规则之后，那些文字你有很仔细看吗？它内容到底是写怎么样的？你必须你要回到中华，那时候合并之后叫做中华大联盟，现在的这个中华大联盟，就是说，如果你是曾经是中华职棒球员跳到大联盟，然后你现在要回到中华大联盟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过去的签约金，就是你到大联盟的签约金的一半拿回来，缴回中华联盟。内容的文字上就是叙述的那么简单而已。对啊，哇，就是说你不缴会怎样？你必须把你签约金的一半缴回联盟。就这样子做交代。不缴你就不能回来，不能打了。对啊，就不能打。对啊，包括你要回去当教练也是这样子啊。真的假的？对啊。那时候的一个限制是这个样子啦，包括在联盟给予这些球员的那种规章是这个样子啦。很多的因素啦，很多的因素。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钱变成是基层棒球的一个推广基金。可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很像，就是很像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这样听下来，我会觉得说，其实有一点像是我身为你，我会觉得很委屈，因为好像我这个叫做，如果是叫叛将条款的话，好像我缴了这个钱，我就得承认。我是一个叛将，我才可以继续打球。我就这样对自己本身，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觉得很难受。那不客气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要去垄断你的一个运动员的生涯，感觉上就是在惩罚你啦。就是在惩罚简单来说就是这些人啊。你离开中华职棒到台湾大联盟去打球，就是要惩罚你们这些人。如果你们愿意投降，然后我就继续让你有球打。我缴钱就很像对我投降，然后我承认我是一个投降输一半的那种感觉。对，就是那种感觉。你就是要背负这个名称。对。那说实在的，我没有缴钱，我还是背负这两个字背了10几年了。但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发展，我回到学校去念书，然后在学校教书，乃至于我现在在清华大学，其实。如果说当初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也许我的人生又会不同，就永远都在棒球场上去打拼嘛。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转换了一个跑道。其实现在看起来，往回头看，叛将这2个字，感觉上又好像给我的另外一条生路，让我闯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所以人生有时候觉得，也许转个弯，你可以看到更美的景色，更光明了哈。只是不过是我们讨论的是那时候的当下的那种心情，因为你也知道你是那时候是最巅峰嘛，可能会对你在棒球这条路上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没错，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2个字，然后去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对你来讲，遗憾呐。对了，非很大的一个遗憾了，好吧？对，特别是现在看人家。就是同辈的这些选手来讲的话，他打了1500支安打，他打了2000支安打，打了对不对？对，拿了几个金手套。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当初还有机会继续打的话，我现在是不是也是一个纪录的对，或者是什么有这个头衔了哈？对。但是人生就是有很多的遗憾呐，没有关系，这个至少我在。打一个过程啊，过程当中我是很努力，而且我也尽了我的全心全意在球场上面看到的这个我也给喜欢我的球迷有很大的一个回馈。因为当时空安教练的一个规划并不是他现在这个时候的一个规划可能就有其他的，当然就能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也不错了哈。如果出书的话，最起码写个2-3页应该是有了。应该不止了，不止了哦。对，应该不止了。对啊，
但就像刚刚教练说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平行时空中，就是如果说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你看，如果当时如果你继续打，也许有那样子的路，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而导致有你现在的这一条人生，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路。对，所以我觉得转念其实像现在教练应该也很满意现在自己的目前的状况、目前的状态。对，我觉得这个又是另一种换位思考的话，其实也不见得在人生中一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当做是一个分享聊天这样子，然后我们来聊聊当时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像我就不知道啊，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样看我们节目的人，也许也有跟我相同年纪的，然后就可以了解说哦，原来当时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才有现在这样子的转变。对，所以也是不错啦。所以今天东哥把我奉为变成是棒球的伟人了。伟人真的，今天你辛苦了啦。不是叛将，不是叛将会被拿掉哎。对，然后去帮你改伟人。你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谈论了这个问题之后，肩膀有没有比较松一点？有，确实是有比较松一点。你要50肩了哈。已经50肩很久了，手都快举不起来了。他要500肩了。恭喜你啊！对啊。对啊。